法比安喺贊比亞讀高中嘅最尾一年嘅時候呢，佢哥哥俾咗啲考試費俾佢，但係佢俾多咗1倍啊！好多人就會將呢啲錢收埋，但係法比安佢唔係咁樣諗噃。佢為咗加強自己嘅信心，倚靠上帝，佢就決定將11歸還俾上帝，並且獻上佢20%作為奉獻添。咁當佢計算11奉獻嘅時候，有啲同學就笑佢啦：你捐少啲啦，唔使死啊！其他人就話：你不如自己代埋啦，畢竟上帝知道你係學生啫嘛。法比安佢就解釋話：倘若同上帝喺耶穌身上所賜俾佢嘅嘢嚟相比嘅話呢，我啲其實係微不足道啫。耶穌曾經話：多給誰就向誰多取，多託誰就向誰多要。呢個記載喺路加福音12章48節嘅。咁第二日佢就帶住啲奉獻返到嚟教會捐咗啦，但係冇幾耐佢竟然病到要入院噃，咁於是考試前嘅溫書就特別艱難啦。咁到咗考試嗰日，佢發覺佢所要考嘅題目正係佢全部學過噶，佢嘅成績喺班上邊名列前茅，並且被國內唯一大學錄取咗添。法比安相信呢個就係上帝讚揚佢嘅忠心啦。當我哋全心全意相信佢嘅時候，上帝會證明佢嘅信實。即使事情睇嚟冇乜可能，我哋最大嘅祝福往往並唔係嚟自我哋所保留嘅，而係我哋所願意付出嘅。所以當我哋歸還11同埋承諾奉獻嘅時候，願我哋將自己嘅慾望放喺最後，而將上帝放喺第一位。